中原工商鋪為你送上最新嘅商鋪租賃數據同埋矚目成交。9月份商鋪租賃宗數大約300宗，按月下跌3.54%，按年上升10.7%。9月份商鋪租賃成交金額大約2676萬，按月下跌19.15%，按年上升12.16%。跟住一齊睇下各區嘅空置率。我哋再睇下9月份5大租賃市場矚目成交。第5位，尖沙咀帝國酒店1樓，面積大約4570平方尺，成交月租大約40萬，尺租約87元，新租客係大快活。第4位，尖沙咀東港晶中心地下59至66號地鋪，面積大約3795平方尺，成交月租大約50萬，尺租約132元，新租客係樂天冰室。第3位，尖沙咀 H Centre 地下1及2號鋪，面積大約7954平方尺，成交月租大約63萬，尺租大約80元，新租客係內地高級火鍋店新京熙。第2位，尖沙咀 I Square 22樓全層，面積大約11549平方尺，成交月租大約69萬，尺租大約60元，新租客係酒樓。第1位，將軍澳翠林路11號翠林商場5樓同埋6樓餐廳部分，面積大約24543平方尺，成交月租大約90萬，尺租大約37元，新租客係護老院。想知道更多更快嘅市場資訊，可以聯絡我哋中原工商鋪商鋪部。